二三四，人生数十冬，志气伴美梦。命运拢无共，何必人比人？好过咱人生每一天，心肝毋通贪。歹过咱也免来怨叹，天公会斗相共。一二三四，虽然是开好车，胜过双脚行；虽然毋是大厝埕，向好也毋惊。各行各业普行善车，厝内平安就是上好命子。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大家好。今仔日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歌，是李明阳老师的作品《上好命》啊。这首歌呢，轻松好听啊。你有去 YouTube 频道欣赏一个李明阳老师的这个演唱无啊？你就搁转来练唱这首歌来搁较好听啊。来，今仔日就教这首歌呢，上好命，给大家讲到这呢，有一件代志要甲大家提醒一下啦，请大家来，喜欢我的频道啦，爱记订阅、按赞，搁打开小铃铛。你有打开小铃铛呢，我若有新的影片的时阵，系统就会自动来通知你哦。你若是要甲岳云老师支持呢，欢迎你吼。按这个影片下方的特别感谢哈，甲我抖内老同学问我讲，老师抖内是啥物物件？抖内就是甲我赞助啦，哎呀，感谢大家的支持，有你甲我抖内甲我赞助，我节目呢才会当继续做落去，感谢你哦。来，咱继续来唱这首歌，这首歌西麦啦。西麦啦什么意思？就是咱找到钢琴上面呢 C 的这个音，咱来唱拉。意思就是小调的歌曲。那老师伊这个咱本来唱哆这音要唱拉，也哆到底是哆啦。来，同学，咱按家来做一个参考。当拉在这里的时候，它到哆要距离几个位几个 key 呢？来，从拉开始数，从拉的旁边这个音开始数了，6.5 1 7 2来1 3，好来6到哆呢，拉到哆升几个 key， 1个2个3个要升3个 key。所以当它是拉的时候呢，同学刚刚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当这个这个哆这个 C 英文的 C 这个音是要唱拉的时候，那它的哆在哪里？我们刚刚这边做过实验的，对不对？要升几个 key？ 3个。来，从家开始数1 2 3。所以这首歌呢伊是什么大调？降一大调，也多的家伊是降一大调。所以有的老师会写这首歌是降一大调，安尼嘛无毋对，不过伊安尼才80分尔岳云老师足小气的，伊才80分尔。爱安怎呢？爱写C麦啦，才有100分。为什么？因为你看咱唱咱写C麦啦的结果就是讲，第一就是跟咱讲，这首歌的最后一个音是拉伊是小调的歌曲。第二就是伊这个伊的调号，就是头前这个英文这个 C 唱什么？唱拉对，安尼才有100分个才有100分。来，我们来看这首歌怎么唱呢？拉哆哆拉咪拉拉咪咪哆拉二。来，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谱安怎看呢？阿拉伯数字的这个 A 的下面那是有无线条，没有线条就是一拍然后拉一拍，哆一拍，这个拉过一拍这个呢，这个咪有一条线，所以它是半拍这个拉跟哆呢2条线，就是又比咪又短一半，那就是拉跟哆拉1/4拍，哆1/4拍安尼我知没有线的一拍，对咪呢半拍这个呢2条线的咪1条线嘛半拍这2条线的1/4拍，所以你看2个1/4加起来对不对？2/4就是半拍它也半拍，所以是一拍，所以1 2 3 4这个小节果然是4拍了哈。这首歌是40拍子40拍子。来，好，安尼简单给大家介绍，我们继续来唱歌来。拉哆哆拉咪拉拉咪咪哆拉二，人生数十
冬，志气伴美梦，人生数十冬，志气伴美梦。哎，这个志气的字呢，有一个滑音伫遮哆啦咪，志气。志气来，人生数十冬，数哆啦，数十冬，志气伴美梦儿拉哆。这个拉是中音的拉，啊，这个拉呢，脚底下有一个点，迄毋是墨水上这滴一滴伫遮，毋是表示什么，表示是低音呢。啊，这个呢，这个哆头顶头壳顶有一点，表示是高音呢。对啦，对，就是这样子。好，来。拉哆咪瑞哆瑞，拉哆咪瑞哆瑞，哎，这个哆瑞呢，命运拢无共，这个共呢，哆真短两弦，瑞再一弦呢，啊，个边啊个一点，这附点，所以瑞呢要半拍又一半啊，又1/4拍，所以瑞要唱3/4，这个哆要唱1/4，前短后长，拉哆咪瑞哆瑞，拉哆。咪瑞哆瑞，命运拢无共，命运拢无共，嗦啦嗦嗦，咪嗦咪哆瑞咪哆瑞，咪嗦咪哆瑞咪哆瑞，咪嗦咪哆瑞咪哆瑞，哎，哆瑞又来了，又前短后长哦，好比一人比人，好比一。人比人，哎，转音请要带出来。好比人比人，好比人比人。啦咪啦嗦啦嗦啦咪啦，啦咪啦嗦啦嗦啦咪啦。好过咱珍惜每一天，好过咱珍惜每一天，好过咱珍惜每一天。嗦啦哆瑞咪儿，心肝唔通贪，心肝唔通贪。也要空一口啊，请大家手上如果有谱，帮我圈一下。这个也是要圈起来，也是个闭口音。我写个闭就是闭口音。闭口音什么意思？哎，这几句读完的时阵，上下嘴唇是合着的，来合起来的。来，咱看卖，心肝通贪，有没有啊？这个3个字圈起来的都要闭口来，心肝唔通贪，肝唔通贪，瑞拉哆拉嗦咪嗦咪瑞拉嗦，拉是低音的，嗦要高8度，不是7度，高到拉是8度啊，大家哆而已，所以是7度，瑞拉哆拉嗦。咪嗦咪瑞瑞拉哆拉嗦咪嗦咪瑞瑞拉哆拉嗦咪嗦咪瑞，歹过咱也免来怨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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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嗦啦咪哆啦啦啦儿，嗦啦咪哆啦啦啦儿，天公会斗三工，哎，这个三。相亲相爱的相，我们要读三。哎，我写了1、2、3的3，空一块，空一块是台语，请你要读台语啊。三金能三1、2、3有没有哈？天公会斗三工儿，天公会斗三工儿。来，我们从头，安尼咱副歌唱，都主歌拢唱完了，过来就唱副歌啊。来，从头，人生数十冬，志气伴美梦，命运。拢无共，好比人比人，好过咱珍惜每一天，心肝唔通贪，歹过咱也免来怨叹，天公会斗三工儿，1、2、3、4，来。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副歌，啦啦啦嗦啦哆哆，啦哆啦嗦嗦咪，啦啦啦嗦啦哆哆，啦哆啦嗦嗦咪儿。虽然唔是开好车，幸亏双脚行。虽然唔是开好车，幸亏双脚行。虽然唔是开好车，幸亏双脚行。瑞瑞啦啦啦咪瑞哆啦啦咪瑞哆瑞瑞瑞啦啦啦咪瑞啦咪瑞哆瑞瑞瑞啦啦啦咪瑞哆瑞，哎，
定，哎的哆半拍瑞半拍，再来一次瑞瑞啦啦啦咪瑞哆瑞嗦嗦咪咪啦二，瑞瑞啦啦啦咪瑞哆瑞嗦嗦咪咪啦二，来，虽然唔是大厝埕，是风雨也唔惊，虽然唔是大厝埕，风雨也唔惊，虽瑞瑞瑞啦啦啦咪瑞哆瑞，虽然唔是大厝埕，风雨也唔惊，虽然唔是大厝埕。埕要注意，埕有2个音啊，这样才够4拍哦。虽然唔是大厝埕，风雨也唔惊二。来，咪瑞咪瑞2 3，咪瑞咪瑞啊，来，我们不要数2 3，因为这是第3拍、第4拍，我们数3 4，咪瑞咪瑞3 4，拉嗦拉嗦嗦4，咪瑞咪瑞2。3 4，拉嗦拉嗦嗦3 4，各行各业好业善车，各行各业好业善车，各行各业好业善车，咪瑞瑞瑞咪啦啦啦啦嗦2 3 4，咪瑞瑞瑞咪啦啦啦啦嗦啦。啦上好命，上是低音的，好呢要高8度，命厝内平安就是上好命，2 3 4，厝内平安就是上好命，2 3 4，来，我们从副歌来，这个虽然不是开好车来接来，1 2 3 4，虽然不是开好车，胜过双脚行，虽然不是大厝埕，风雨也唔惊，各行各业好业善车，厝内平安就是上好命，2 3 4，啦哆啦咪啦啦嗦咪啦嗦咪嗦咪。嗦咪瑞嗦咪嗦咪瑞咪啦哆啦咪啦啦嗦咪啦嗦咪嗦嗦咪瑞咪2，再一次来啦哆啦咪啦啦嗦咪啦嗦咪嗦嗦咪瑞咪2，行过一天赚一天，行过一天赚一天，心情放轻松。嗦咪瑞咪放轻松，心要闭口，请注意。行过一天赚一天，心情放轻松。2瑞哆啦嗦咪哆哆咪咪瑞，瑞哆啦嗦咪哆哆咪瑞啦。拉低音的嗦咪嗦要高6度，不是8度，8度到拉啊，这才到嗦而已，所以这高7度啊，对不起，我数学真歹呢，拉到嗦怎么会是6度呢？哈，来，瑞哆啦嗦咪哆哆咪瑞，来放关于食好也食歹，关于食好也食歹，嗦嗦哆啦嗦哆啦。哆啦嗦啦，嗦嗦哆啦嗦啦，自在知足心自在，知足心自在，关于食好也食歹，知足心自在。2嗦嗦嗦咪咪瑞哆瑞哆嗦啦2 3 4嗦嗦嗦咪咪瑞哆嗦啦2 3 4。心快乐笑嗨嗨，心快乐笑嗨嗨，2 3 4 5 6 7 8，哦，笑嗨嗨要第一次要唱2个小节呢哈，心快乐笑嗨嗨，2 3 4，哎。我们从这个行过一天叹一天来接的，啦哆啦咪啦啦嗦咪啦，行过一天叹一天，心情放轻松。2关于食好也食歹，知足心自在，心快乐笑嗨嗨，2 3 4 5 6 7 8，哎，第一遍呢唱到这里呢，高帽子。
一就唱完了，对。接下来高帽子一还有一个间奏10小节，然后反复被按奏。有个按头前啦吼，有个按头前，伊个唱到这呢吼，一心快乐笑嗨嗨，1、2、3、4、5、6、7、8，来，请跳这里，这里还有一个间奏2小节，也是高帽子，所以第一遍我们要间奏10小节，从头又唱；第二遍间奏2小节，然后要接蛇扭，蛇扭在哪里啊？蛇扭在副歌，虽然不是开好车，又唱到一心快乐笑嗨嗨，1、2、3、4、5、6、7、8，然后要接扣打，扣打在这里，在哪里啊？扣打呢？突扣打就是要去找扣打，扣打在这里。行过一天，叹一天，心情放轻松。愿意食好也食歹，知足心自在。开心快乐笑嗨嗨，2、3、4，高帽子4到这里就结束了啊，这样子，这首歌2遍半又一个扣打就结束。来，刚才第一遍我们逐字逐句的介绍过了，我们现在来唱第2遍，接第3遍再接什么？对了，接扣打。好，来，我们假设第一遍怎么样间奏怎么样？10小节啊，9、2、3、4、12、3、4，人生数十冬，志气伴美梦。命运拢无共，何必人比人？好过咱珍惜每一天，心肝唔通贪。歹过咱也免来怨叹，天公会斗3工。1、2、3、4，虽然不是开好车，心过双脚行。虽然不是大厝埕，将好也唔惊。各行各业2、3，好业3加3、4，厝内平安就是上好命。2、3、4，行过一天叹一天，心情放轻松。愿意食好也食歹，知足心自在。一心快乐笑嗨嗨，2、3、4、5、6、7、8，1、2、3、4、2、3，接副歌，虽然不是开好车，心过双脚行。虽然不是大厝埕，风雨也唔惊。各行各业好行善车，厝内平安就是上好命。2、3、4，行过一天叹一天，心情放轻松。愿意食好也食歹，知足心自在。一心快乐笑嗨嗨，2、3、4、5、6、7、8，扩大，行过一天叹一天，心情放轻松。愿意食好也食歹，知足心自在。一心快乐笑嗨嗨，2、3、4，停。这一首呢轻松愉快的这个上好命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了啊。这个是李明阳老师的作品啊，这个去年2023年11月才发行的新歌哦。这首歌呢蛮好听的哈，也是很励志的哈，叫大家要开心哈，要这个不要贪心啊，要那个这个天公的斗三工呢哈，要珍惜啊，要珍惜呢，把握自己哈，把握生活啊，珍惜啊。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别忘了欢迎大家呢订阅啊、按赞啊，并打开小铃铛啊。岳云爱唱歌的频道有新歌新影片出来的时候呢，系统就会通知您。同时，如果您可以呢给我抖内啊，给我赞助啊，那就最欢迎的哈。欢迎在影片下方的特别感谢呢给岳云老师抖内啊。感谢您的支持，是我制作更多影片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